保利总队抓到一个犯罪集团，计共有4个嫌犯，因开发一款 Angel 系统使用的 App， 利用非法的机上 App 直播的信号，为互消费者来收看。计数只有机上 App 的1/5咯。有20间台湾甲日本的电视台受害。警方嘛讲哦，这根本是盗版中的盗版。 警方破门入去犯罪集团的机房，当场查到伺服器主机、非法机上阿爸，全部拢是盗版影音犯罪证物。对 UPS 主机那保利总队伫咧台中宜兰等地查到4个人的犯罪集团，因涉嫌破解市面上卖非法机上阿爸直播信号，搁再家己开发一款型爱电视的 App。 提供民众纳钱下载，这款非法的 App 计数无到机上阿爸的1/5，也搁会使安装伫咧任何 Android 系统的手机甲电视，甚至还搁提供高解析度盗版电影，侵权高达18亿。犯前设计、开发后于网络贩售，价格不到机上盒的1/5，且能轻易安装于任何安卓系统，侵权市值达新台币18亿元。 警方表示，受到侵害包括国内15间电视公司，也有日本 TBS 等5间电视台的智慧财产权。日方已经委任中华民国卫星广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，也有日本內容產品海外流通促進機構提告。インターネットが普及しまして、デジタル化も進展しています。そういった中、台湾 IPR 警察におきましてですね、迅速な捜査によりまして、コンテンツの保護ということに尽力をいただきまして、深く感謝申し上げます。 警方表示，盗版影音技术不断具换新，这个是头一届查到个人自制非法 OTT App， 却称作是盗版中的盗版。目前推估有1200多人来买，专案以违反著作权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。记者台中报道。